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我今日咧看，阮的导演胖华是毋是伪造的？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真奇卡来到这个交大吼，交通大学，这一个真厉害的研究室，一个真厉害的院长阿台院长，要带咱来看，什么叫做高科技，而且呢，还佫有其他奇卡的清查的物件。啊，佫有防伪的物件，这是什么代志？咱到底来看卖。来，今日哦，哇，我真趣味哦。你敢有听过讲，迄衫吼会家己会生出来，毋知是叫做生回去，还是佫再修复，这是一种。但是先吼，互你看一个较轻巧的物件，防伪哦。防伪，对，足厉害的，足厉害。是迄个草纸顶头的防伪吗？足像的，足像的。亲像讲，咱若有一个钞票，对无？塑胶做，足重要的，会防冒。这是欧洲的这个比塑胶做，这澳洲用塑胶做，澳洲做塑胶做，所以内面这防伪是用恁这还是？也袂，毋过这个技术遐高，而且技术佫无遐厉害，所以佫会去用防做。未来较重要的技术，就是阮要做。哦，老师这是安怎一回事？所以呢，阮就设计吼，足特别的化学的这个结构材料啦。看安尼控制吼，平常时呢看袂到迄个像阮学校的这个 logo 看袂到，你看袂到，有足特殊的条件才看会到。这两个敢若干碟的。对，足共款的。就是新的。这个？对，咱这是朴树星哦，你叫啥名？于君林义君哦。来，你今摆要甲咱创啥物？那就刚刚教授有说，就是我们那个这上面本来看起来都是白白的，没有任何东西的一个小白色的，白白的，白。那像老师刚刚说的，只要照了光之后，它就会看到上面其实是有图案在上面。对，它上面有个我们校徽的图案。哎呦。就是这个校徽的图案。恁高雄大学的。logo，学校的 logo。这个图案是我们透过跟这个溶液里面，其实它现在看起来是透明的，但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小分子在。对，然后无共款的材料。无共款较特殊的材料。没错，然后我会记阮细汉时阵咧看迄个干碟片吼，佮用柠檬汁。落去写字，再用火落去安布。对，这会看会到。对，这是上简单的。上简单的。这种复杂的，我们把它就是用一些化学的方式去让它印在，有点像影印的方式，印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白色的薄膜上面。这个白膜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是白色的，但是我们照了光之后，它就会像老师这张钞票上面说的一样，就会有很特殊对不起，拿错了，就会有很特殊的图案在上面。哎呦，你厉害呢！它看起来没有出来。老师，我一个好奇呢，这是液体。对。但是我甲浸落去了，佮放落去，伊敢会倒过？未倒过对。倒样佮真清楚呢。对。阮用这个叫 photo mask。photo 就是相片。mask 就是面具。对。它就是很像，就是我们是透过光照的方式把它盖住，然后我刚刚说它会被印上去嘛，但印上去的方法是透过光，有被光照到的地方，它才会发生反应。哎呦，听起来敢若晶片的感觉。对，有晶片。所以老师，这以后会当应用伫什么所在？足侪所在除了操作以外，足侪物件，不过那个女生的包包足贵的。慢足侪人的大家在死哦。对。所以什么
米包包，哎，足贵的，足贵的。哦，迄种诶，几落万的。马式包包。哎，对，迄种拢袂使啊。哎，拢爱需要安尼防伪。啊，但是嘛是爱用电工落去照吗？哎，无一定，无一定即嘛是要用电工，未来吼，是要讲凊彩就会看到。凊彩落去看到。阮最近的发展吼是目睭就能看到。啊，较简单，无看角度啊。哎，无看角度，较简单。哦，啊，这嘛是用同款无同款的分子材料。哎，对。啊，浸这液体内面，对，啊，落去创。哎，对。我看报道内面啊，佫有用小可扭一下，伊就走出来。哎，嘛会使，迄较复杂，迄较复杂。嘿，本来是 A 吼，啊扭一个 B， 啊佫扭一个 C， 较复杂。哦，我以前听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啊变成一流，安尼。哎，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除了这，啊佫有应用伫什么所在咧？哦，足侪所在，因为是讲衫裤、包包，哎，哦，啊这防卫操纸，有时咱来个咱穿的衫对，无这个图案嘛对不？来个天气啊较热，咱的学校的 logo 就出来啊。哦，较特殊的衫啦，落雨的时阵，这个 pattern 就出来啊，较特殊。哦，嘛是。啊，这嘛变做一种，这商业上会当应用。对，看会较 fancy 的衫，啊，少年人较爱这款的哦。哦，我细汉时阵，我初中的时阵，有人爱拍去挂迄个目镜，目镜顶头讲有裹迄个塑化银。塑化银，啊，拄着太阳了，温度升起来变乌，上简单的。上简单，对。听讲啊，佫有蓝花哦。哦，蓝花，对，蓝花的技术，佫较困难，哦，咱来看蓝花。这蓝花是安怎应用伫防卫技术啊？这款足特殊的这个蓝花哦，透早甲暗时的这个颜色无共款。哦。啊，阮就对这发想哦，想看嘛有啥物技术会用对蓝花转来。哦。就想到这个 idea 安尼啦。啊，这是咱研究生，嘛是朴树生。你叫啥名歹势？一凡。啊，一旁哦。你甲咱示范者，这是安怎一回事啊？好，这就是普通的白色的兰花嘛。啊，若是我用到一个紫外线的光，你就看到。用紫外线。呀。就变红的呢。伊就变做红的红色。哎呦！每一个花的色拢无共。光离开了后，这颜色都伫的。啊，会当冻偌久？会当冻1天吧。1天哦。但是我嘛会使甲伊切变转去白色。哎呦，啊你咪 David Copperfield。这个红的，等下变做白。啊你佫甲变做白色的，你佫用啥物？用啥物红色？嘛是用一个白色的光。哦，讲下吼，变白啊！哇，你无甲这样，咪种兰花的人就免专家。哦，今日的兰花无够红，哦，无够红啊咯，哦，较红者。较红者，伤红啊，哦，更白啊，较白，拢会当色。这变做一个商业商机呢，吼。较特别的，哦。啊，这是会敢若会当应用伫兰花吗？每一款的花拢会使啦。嘛是会使当做虾梨，嘛是会使。啊，这版吼，这就是它的水溶液。啊，若是我照一个紫外线，就会使看到这。哦，变红啊有，就是安尼。哦，你是透柠檬汁哟？这款我炸转来，阮兜的花园就加真侪色啊咧。较红一个。嘛是用一个白光，伊就会变做无色。佮变转来？变转来。老师，除了红色、白色，红色佮透明的，啊佮有啥物色？即摆目前？我嘛有黄色的。黄色的。哦。上好是以后所有的颜色拢有啦，拢有。但是迄落爱找材料。红色的。啊，这你安怎去发现的？讲，透这落去，啊，佮佮照落去会变色。伊就是有无同款的化学分子的结构，你就爱改迄个结构，啊你学成迄款无同的结构，伊就会
变做无共的性。我小翻译一下吼，是毋是安尼对吼？你讲每一个这个物质内面拢有分子结构。对。咱来看这个分子结构，知影讲伊是安尼生，才会变做白色，才会变做透明的。咱甲这个分子结构透过一个物件，甲浸落去，甲安怎了，伊就内面变色。对。结构变色哦，所以伊的结构就变去啊。色滴无共款，就是因为分子结构的关系。对。啊，我俩这是讲色滴无共款，是干那 spectrum 无共款啊。结构嘛无共款。哦，但是若是衫咧，咱的衫的色滴，每一个，譬如讲这种芳色，芳色无共款色，咱甲用米的这种物理性的，甲这无共款哦。无共款。毋过未来哦，这款的材料嘛有可能会放在咱的衫顶悬，嘛是有可能。对呢。对。哦，查某囡仔要讲今仔要来，无够红，要来夜店。要来去碰车。就穿较水的。对。去到内面，而且迄内面的设备也有像你这光，我就无共款咯。对。这安尼真侪想法会当拢走出来哦。对，商业的想法都会出来啊。你这安尼想偌久，做偌久？差不多半工吧。半工就有当想出来哦。本来伊的工课还未完成的时候，伊嘛搁去美国，嘛有做这个研究。嘛去做这个研究。对。但是咱这个技术是咱台湾孤门独市哦。对，是。所以全世界还佫无。即嘛，阮发表是第一个啦。发表是头一个。对。所以这个秘诀，互大家知了，模仿的可能性有偌济。毋过阮嘛是阮家己的技术啦，嘛有过去迄个 apply patent 专利，迄嘛是最重要的代志。即安尼我想起来，会当应用的方式，毋但是咱民生消费顶头哦，可能在技术科技顶头。嘛有可能应用哦。是。譬如讲工业内面，我如果要来讲较危险我看到一个报道讲消防队队员的衫，那温度较悬，还是讲创啥物有可能改变？对。阮嘛有时想过同款的代志。消防队员哦，有时阵哦，迄个火烧厝的时阵，迄个化学的结构，阮毋知是啥物，有可能是迄酸性材料，酸的涂伤酸的，那个衫哦，拄着酸就变色，同款的原理，阮就想要用到迄款所在。恁敢若恁这规帮人敢若魔术师咧？对，化学的魔术师。化学魔术师哦。对。听讲哦，泰老师因遮规帮的哦，佫有啥物呢？家己会当修复。敢若皮肤共款会当修复的衫呢？对衫，对，足趣味的。今日真趣味哦，来看家己的修复的衫。老师，恁这个朴树生又佮舞啥物？嘛是这个朴树生嘛足牛的吼。阮咧想讲吼，足侪迄个干啊。小弟，你贵姓大名？我叫陆正如。正如哈。正如。好。正如拢咧舞啥？是哦，阮常因为这啉料的这个管吼，无咧用吼，就等去。足侪人在回收对无？是。回收哦，做的物件拢是较无路用的，较价解啦。较价解。无就做涂骹帮啦，做啥？迄个本来就有价值的，回收了哦，较无价值。我咧想讲，叫升级，变甲较有价值的物件。本来是 cycling， 敢若回收安尼啊。你这叫做 upcycling。up 就是位顶悬啦，较顶悬的。向上。向上。是安怎一个向上方式？想看没有？本来这是钉的，有无？钉的。做的物件嘛脆的，对无？袂晓无。伊的物理性质袂改。无好，无弹性，袂春秋的。对，要应用的时阵就较无好。阮就甲这工研院合作来做这，这个回收了最近这个
纤维哦，足够的，这个纤维吼。哎呦，哦，够有弹性的哦。哦，这不加润的吼。哎，足润的，足润的，哎。哎呦，回收的材料。我个扣断了，看看一般的咧芳这个面线咧。都亲像的，都亲像的哦。嘛下当哦，做成这个哦，看咱尾仔同款，哦，就有弹性的，好无？哎呦，做衫啦、做鞋拢会使，啊有弹性的，哦，啊本来是这定的，哦，阮搁做是个 upcycle 的。啊，这你是套什么物件？敢通好讲？哎，这秘密啦，商业机密。哎，这马上就会晓做效果呢。哦，这就是，但是爱经过温度改变，物件爱掺落去。爱掺。我会记得吼，差不多10几冬进前，迄主济人因为要创这个保特瓶变做这个木炭。啊，木炭，哎，对。而且木炭老实讲嘛是定。哎，定。咱是咧想讲，做较会用有弹性的物件。啊，这有啥物特色的所在？譬如讲，除了我头仔讲的，一般的这个回收定的，佫是定的。啊，伊会当定的、软的，有春秋的拢会当做。啊，这有啥物好处？好处就是你回收了哦，迄就较有价值啦。哦，所以足侪物件，足侪人无想要去回收。那这是惯了嘛？足侪物件的玻璃拢无人要回收。啊，这款的概念就会用个像玻璃拢，嘛用。所以你是不管定的、软的，拢足侪物件回收了的，拢会甲改的。哦，所以我是听讲人这个瓜，这个瓜免收，因为无人会当回收。啊，即摆拢会当来做。未来拢有法度人。拢有法度回收，对。所以爱加一讲无共款的这个材料落去。对。加一丝啦，贵的这个特性。都挖过来。对，最重要的。啊嘛是，头早啊，恁学生、恁的博士生讲的，就是甲头落去拍破这个分子的结构。对。嘛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同款的概念。啊，毋就讲，我若一双画，本底有画底较定，啊画身吼画质啊较软。啊这拢会当规双鞋啊，拢会当用这来做咯。对。以前的时阵呢，一个鞋啊，软的所在，定的所在，不同的材料，回收就较无简单。啊，未来吼，同款的材料会讲做软的所在，定的所在，回收就较简单啊。有影哦，老师，我有看过，我嘛买一箱讲用这个咖啡的泡，落去做鞋防水的。哦，规箱。但是我特别较芳，无芳。无芳。我就是讲，买来看会芳芳的，啊无芳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规箱吼，咱坦白讲，毋是讲无好，是较定。哦。啊，无像这。对，较无爽快。对。较袂，较有当是白卡。啊，所以这哦，特色就在这。恁遮拢商机无限。对，最重要。哦，啊那除了这。对以后的回收有啥物意义啊，老师？咱这个以前的回收拢是咱的物件回收的拢去做较歹的物件。啊，这款的阮是讲，所有回收的物件拢可以做较好的物件。啊，而且哦，回收我有去看迄回收场呢。来了，这爱拆，这爱分。哦，对，这嘛是。这款就较简单，即摆变同款的材料，啊，成本嘛会降低。对，而且咧，这个温度嘛较低。以前可能是像这个罐啊吼，265度油开，足悬的，起码免200度免，190度就会当。差不多190度，就这个牛皮，较好加工啊。哦，家己的油去哦。对。哦，恁这种种材呢，较省成本。对。啊，佫省成本。对。啊，这进入这个文化嘛较低哦。对。所以只要是想到遮，创到这个，啊，这会当粘性的。哦，会使。这会当粘性。钢算的。伊就变做一般的铅笔的。对。啊，这嘛是玻璃拢的基本上是玻璃拢吗？玻璃拢同款的结构无同款。小可无共。
这个叫做 PET，互你拢叫 PS 英文啊，无啥共。刚才阮细汉时阵食串冰讲，玩叶相同，哦，那口味不同。无共款。哦，所以这铅笔这不是一般的铅笔，但是我来讲吼，这已经做到，因为我去纺织厂吼有采访过，咱就知影讲，这纺织厂吼就是安尼呢。哎，对。哦，啊，这若去织的时阵，应该是无啥问题。哎，无问题。哎，对，应该最安尼啊，无问题。啊，煞来，佫有通啊，佫改变伊的，譬如讲会当透干啦，创啥的。哦，有，即嘛，这个上好是吼，落水的时阵吼，这水袂晓入去，啊，毋过我们流干的焊气啊嘛，会当出来。哎，对。敢若会当出，袂当入无？哎，是水较大粒，袂当入。落雨的时阵，啊，毋过流干吼，水蒸气会当出去。哦，啊，这嘛是结构。哎，对，结构的问题。对。哦，真正是哦，恁这趣味呢。这观众朋友哦，若你厝有少年朋友哦，会进来读呢。交通大学，阳明交通大学。阳明交通大学哦。陈俊泰博士院长因的实验室，学生嘛拢博士啦，拢博士呢。哦，伊讲博士呢，哦，恁家哦，袂歹呢。哦，啊，佫有啥物其他的物件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来，这英语哦，我甲你小解一下 ，self-healing in different ways， 就是讲吼，自我修复，伊啊规章好好无错，修复啊。来，老师，恁这个。我嘛是博士生，嘛博士生，博士生，规尊称大名？林瑞，任瑞吼，就是活甲真老的任瑞啦，不是啦，任瑞啦吼。你这手头摕是啥物？这是一块布料吼，这布料吼，嘿，啊，这个是自我修复以前，本来已经切断啦，啊，即嘛已经把修复转来啊。哦，啊，这两块塌起来呢？哎，这是修复进程，修复进程，所以。你会当看到，哦，无自我修复的能力，啊，敢若魔术师啦，嘿，这是自我修复以后，吼，咱会当看到，我用扭的，伊扭，无叮当，做感情，我扭才是，嘿，我要扭啊哦，无叮当，哎呦，哎呦。你真厉害呢！啊，你是鼓啊吗？这是款鼓啊，啊，受到足特别的光，阮用紫外光，吼，用紫外线，紫外线，对。唔是一般的鼓啊，用紫外线，我用紫外线去照，这个所在吼，啊，这个所在。会当自我修复。哦，我就想讲，啊，如果一般的光线这样修啊，我规衫都白白起。对，安尼袂使。哦。我用特别的波长的紫外线。哦，伊讲一个关键字哦，波长。所以光线对于分子的结构产生变化。爱控制。好佳在我细汉时画下个是我学到，无就拢听无听累。但是老师，这顶头写 compress， 这是用压力的哦。哎呀，压力。我用特别的压力。用特别压力。压力。啊，唔是用去站的迄种。安尼袂使。啊，这咱一般人以后的这个民生消费的应用，敢有通安尼？但是足贵的衫哦，你若去破去哦，哎，用淡薄压力，修复转来，规章好安尼。啊，用手落去钉落。无够，爱用个较定的。啊，用较定的猫啊。夹啊，夹落去啊。对，哎，就会使。啊，夹偌久？差不多1-2点钟就有够啊。就有够。哎呦，啊，这样的市面上迄个绣布的拢无头路人好食哦。对。啊，但是这铅笔是一般的铅笔就会使。一般的纤维就会使，啊，毋过阮用一个较特别的技术，讲电芳丝技术，
电喷漆，对，电喷漆，叫 electro spinning， 我用高压电，用高压电去改变伊的特性。所以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譬如讲你真正这是用普通的这个米啊落去做，若破去以后会当用你的锅啊去糊一下，就甲安电了，会使吗？用阮的锅啊，嘛是会使。特别的能力，互衫可以修复，安尼。所以一般的材质嘛会使，嘛会当用你这个 electro spinning 的材料。嘛会使，对。哦，真厉害咧！老师，这是叫做 controllable self-healing film， 这是 photo healable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较无共款，阮用紫外线去修复迄个布料。甲照落去，伊就家己免地，免地，阮用紫外线。哦，但是伊本身爱特殊的材料才会当用。阮设计这个结构，合成化学的分子，掺在布料内底。老师，这会当应用在什么所在？哦，因为足侪所在，你若是你无爱引起束缚像迄个车有无？外面迄个包膜有无？啊，互人刮到啊有无？有一个芳修互转去。透早迄个紫外线有无？安尼拍，家己的修复，最方便的。胖华，你的车若叫互我挂落去哦，来找老师，翕翕就好啊咧。对，就应用甲伊即个所在。哇，到底伊个分子的结构是生做什么形啦？用焊镜落去看嘛。对。眼见为凭啊，咱来用焊镜来看卖吼，看这分子结构内面是什么情形哦，一看便分明啊。咱今仔日吼来看这个修复前甲修复后的这个布料是安怎一个情形？这个电子焊镜吼，同学，你是博士班第二年级，不要紧，你用华语讲吼，你甲咱讲，这内面是安怎来看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纤维原本就是一条一条的，就像衣服这样。然后我们在照光后，它就会融，就粘在一起，就有点修复的感觉。对。现在给它照光，咱来看，照光了以后安怎？它就会只是好几条纤维会粘在一起。我们可以从比较大来看，旁边这纤维就是比较没有粘在一起，但是这也就是我们照光后，它就会比较粘在一起的感觉。是看这个面感啊。所以这会当应用是什么所在？我听老师咧讲，其实是应用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可能性真高呢。这我们在外面呢，比如说我们爬山啊，或者是消防比较紧急的情况，万一你的衣服不小心破掉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个光照一下，然后压一下。它就自己粘起来，就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就不会什么蚊虫啊，或者火灾现场很紧急的时候，就不会受到一些影响，环境的影响。还有一方面就是讲，如果我若一领登山衣，我若定脚头会去破掉，我会当用这种特殊的材料，就搭在遐，搭在遐，以后反正行来咧破的就是这嘛。可以做补丁，这嘛会使用，也可以。所以比如讲，伊这料甲其他一般普通的这个材料，会当填起来，对，会当用，也可以，只要材料是一样的，照光就可以去修复它。这嘛会当减少浪费咯。对，我们都会，而且我们会拿特别的材料，像是回收材料，然后再加我们的修复材料，就可以达到又回收，然后又可以再次二次使用的目的，够环保，对，又环保，够减少成本，对，又可以重复使用的感觉。这个指甲顶管哦，嘛应该无同的这个 detector，环境若是会 UV 有冇伤强，你就知啊，这小指有冇风烧人啊。我今晚想讲，可能无同的这个温度天气，无这个头毛的
这个颜色买变去。哦，少年人可能会就爱。我是阿泰老师，这个是我的助教啦，叫小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哎呦，会讲话啦。我唔是咧滚绳球啦吼，唔是钉钉啦。我来讲，这是一般咱厝里用的电表。这少年的贵姓大名？嘉伟。嘉伟啊，嘉伟，你要甲咱电视的，甲这个电表有什么关系？哦，这是高级的，它高级的，高级的，它可以测电容、电感、电阻。然后呢，它可以直接用量出它的一些阻抗，还有它的相位差角值，就是一些比较细致的数值。然后所以，因为我们很多材料都是需要浸泡这些导电的溶液，然后去看它导电度怎么样。哦，所以你这就是刚刚我这同款。哎，赶快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但是你这就是这台啊插在电脑顶头会当看。对，可以及时看。哦啊，观众朋友一定会好奇讲，我这普通我来用量的就会使啊。啊，你这电脑顶头除了会当测量以外，佫会当算这个数据了，会当去回推什么物件？就回推它的电容，然后电阻，还有一些它的材料的本身的特性。哦 ，bingo， 就是爱看这材料的特性。呀，所以你就譬如讲，今仔这个吼，我来换别项。过来比较，看多一项较好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是这吼。对，我会当做你学生嘞。会使。加减帮学啦。哦，这样呢，敢若处理安尼哦，这高级版哦。对。但是我来讲哦，恁遮还佫真侪其他卡的物件，观众朋友继续看落去。这哦，咱来看这水墨画吼，水墨大师，无啦，咱这不属实。贵姓大名？我22。我说贵姓大名？贵姓？我没有问你岁数。我姓范。啊，范同学哈，来，免紧张，你甲我讲，恁这个机器叫什么？叫做水接触角。水接触角。水锥接触角。对。啊，这个是要干什么？这是要做啥？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是防水还是不防水，我们要去看它的表面的结构，这样。如果表面是规拢平的，表示讲伊无防水，拢吸收去。啊，如果若一粒就是无吸收，会防水。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咱来试看嘛。好。我们以这片玻璃为例，对。哦，这玻璃下骹乌的玻璃。哦，水滴落来，啊大滴，要顶落来，哎呦！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测它的角度。啊，看这角度，那角度较大、较斜的，啊，就是防水功能较好。这个较平，比较平的。对，较无防水。对。哦，这台机器我真趣味呢吼！啊，你通常恁拢还有用别款的这个液体无？譬如讲，唔是水，其他的物件会加入。可以，不同的，各种不同的都可以。啊，你即摆用玻璃，也有可能用其他的这个布面，还是用其他的这个材料落去冲？都可以，各种东西都可以测。对。哦，这叫做水接触角。对。哦，感谢呢。哦，这水墨画呢，贵姓大名？罗。啊，罗同学哈，你甲咱讲，这是什么机械啊？这叫做旋转浓缩仪。哦，会当这浓缩的。对。啊，这边浓缩什么物件？我们反应通常都会在溶液里面，我们最后要的东西就必须要把溶液抽掉，最后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来。恁这有应用伫什么所在？咱做什么材料拢大部分拢要用这，因为咱做的要提去下一步啊，下一步的时阵，这个就要好才可以到下一步。哦，要萃取、要浓缩的物件，对，落去下一步，对，一步来嘛。哦，这样妹角足多呢，感谢呢，这浓缩。咱下这个实验室吼，设了1块恁吼，
特别甲这两位博士生，其实人因拢考试拢结束啊，拢博士拢摕到啊啦吼。这按一旁，这任瑞吼，任瑞我先问你吼，你后来这博士论文你是写啥物？我写的是跟阿鲁米有关的，阿鲁米的材料有关的研究这样安尼。你毋是做这个修复？修复是一部分。一部分。阿鲁米是更较高阶的就对啦。对。你做这个修复的时阵吼，上大的这个条件甲困难是啥？困难是这个成本就高的，去找到说比较低成本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，需要跟业界合作，去摕到几挂废料，然后去做一些改善跟改进这样子。我吼一盘他咧厝底下改讲哦，你系曾经甲创一个做大水。因为迄个阮有咧。你佫有通比较佫袂歹哦。因为无啥物意外啦。就是有一个合成的装置。因为迄时阵的经验较少，我咧用的时阵就无想到讲迄水压会变，规个七楼拢做大水，阮就足侪人、足侪同学伫遐迄拖地。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吼，但是同款的问题，你做的题目是啥物？是光响应的防伪的材料。就是迄兰花这种的吼。你认为这个对你实验到应用这个当中吼，上困难的是啥物？我感觉甲你讲的同款，就是阮一个做这合成的时阵，甲煮菜同款。煮菜同款。嘿，就是阮伫咧学校做这个合成的时阵，伊就是煮菜，予一个人、两个人食。就是讲，若是咸，你就加水；若是火伤大，你就切掉。但是你若是要做应用，若是要量产，加迄煮菜予1000个、2000个人同款。这时阵加水就无法度了。无法度，火候也很难控制。每一个人食的味嘛，肯定会无共。你在这个实验室，恁到4档5档安尼咯？对。我看老师他在这湖浜顶头有人甲画伊的艋舺，佫画出一只狗了。恁这老师OK 吗 ？OK 啦吼，袂伤严格啦吼。袂。互阮足大自由的。互恁足大自由吼，但是我讲什么？主要要，因为我的好奇也是这。你哪有这读课堂想讲，来这个掺这个，这个掺这个，这爱真，咱咧以早吼，差不多30-40年前流行一种讲法，叫水平性的思想，水平性的思考。恁这是安怎爱去想着讲，这个加这加迄。我他佮问老师讲，啥物叫做 host and gas chemistry？ 对啊，我嘛知影讲这特性是安尼啊，一个主人，一个人客。但是我爱知影讲这是一对啊，这是安怎去想的？这款就是阮老师鼓励阮先想，较做，搁做，所以阮就是去试很多的条件的，去揣，一直揣。尽量想就对啦。尽量想啊。若想到天马行空的拢袂要紧。天马行空都无要紧。伊袂要紧吼。袂要紧。看起来佮少年，佮应该是 OK 啦。卖做大水就袂要紧。卖做大水就袂要紧哦。感谢两位，感谢。上后尾吼，当然爱请咱今日的事主吼，其实会来找这个陈院长吼，有真侪原因。第一咯，阮先知影讲陈院长哦，佮来咱台语台来踢馆，要来吼抢我的饭碗，要来做 talk show。这小等才问。第二，陈院长吼，其实哦，还有一个技能，用北语啥物富裕啊，小等小来人者，这多才多艺的老师吼，去做行政工作，老师，你做院长才偌久？第2年。第2年哦，就忝的哦，行政工作啊吼。就做代志。但是你嘛无拒绝啦。嘛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啦。听讲你大学，你数学敢考25分？对，数学的满分是100分，我敢若考25分，7中。
是上去哎，哈。是上诶，本来应该是袂歹诶数学。所以人生嘛是是上啊。对啦，后来嘛会变教授啦。是咯，这真励志哦哎。但是老师，你认为吼，你对化学的感觉是啥物啊？化学其实讲哦，我自细汉对化学无兴趣。这阳明高大理学院的院长，你做高科技化学，讲伊对化学无兴趣。哎，自细汉就无兴趣。哦。高中嘛是无兴趣，读到大学嘛是无兴趣。了后，搁去美国读迄个化学的博士，迄个时阵嘛是无兴趣。啊，这我会当理解。我真侪当初吼，现在做到即嘛，一世人啊，我讲啊，你做安，啊，你无兴趣，专家尔。所以老师，你迄阵是啥物心态，搁一直读落去？大部分的人哦，想拢是继续来读落去啊。我就是安尼，无想多啦。其实是无兴趣啦。迄个时阵我的女朋友啦，即嘛是阮某啦，去美国读书啦。所以我才是想讲，我嘛去美国读博士。爱缀去到美国。对，迄个时阵哦，对化学嘛是无兴趣。安读袂真艰苦吗？其实嘛足艰苦，对，兴趣嘛是最重要的，对。安怎后来变做有兴趣？后来的时阵哦，因为吼，我美国迄个博士的迄个老头家吼，迄叫做Tom，伊一人哦足趣味的，我就感觉哦，做研究化学研究其实哦足趣味的，我就学到即个。伊是真敖甲你讲解，还是真敖甲你譬例，还是创啥？哦，拢会晓呢。伊足好讲譬例吼，足侪像迄个化学的即个分子吼，伊就讲哦，亲像咱人的同款吼。照一个光诶，人诶分子就揪起来，就像人就揪起来，诶大热天诶揪起来，因为用这个人来譬喻足侪即个化学诶代志，足趣味诶安尼。所以头早整个节目吼，毋是我熬呢，迄种老师吼，学生哦来甲我教，迄因的师公吼来甲我教，讲这个应该安尼讲，啊，互一般人较有兴趣。对。但是老师，咱阳明高大会使讲在个分子材料啊，这个高科技啊，这个物件，甚至是领先的地位。咱未来吼，佫有啥物方向会当来做？譬如讲，咱看咧科技电影顶头，手腕顶头就当来看 iPad。对，这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即嘛吼，未来吼，绝对会最成功的是个机器人 robot。robot 呢，会当甲咱做足侪代志。头顶伊个亲像人共款，有种个皮肤吼，爱像人共款。啊，就会当但是有光啊、热会讲detection， 这是阮要做的，阮叫做这个 smart material， 都智能、足巧的材料，智能材料，最重要的。就是讲，这个皮肤会当显示，会当导电。对。哎呦，未来的这个 robot 就亲像安尼，咱就要研究这款的材料。既然机器人会当来做这种材料，那一般人穿的衫就更加有可能哦。对，即马人的衫，先试验看卖。不过以后哦，跟人有人斗火烧厝对不对？即马是人你去救火嘛，未来就是这机器人去救火。不过即侪机器人嘛足贵的吼，伊人即马有危险嘛，机器人爱紧走，对。嘛要有 detection。detection 哦，嘛要侦测。对。哦，嘛毋是讲机器人就无重要，小去。对，嘛袂使安尼，哇，所以这会当疗伤破败空间真大。对，足侪研究的空间的，所以阮现时足侪博士班就在研究这。因毕业了后，工课嘛足好找，因为足重要。应用的物件足侪。对，学足侪物件的。老师，要通啊做到这个研究工作，因为我他无啥有真侪时间，然后一个问恁的博士生哦，要做到一个研究工作，必须要家己爱做啥物修养，还是讲除了骨力以外？
基本的，你要个好奇。有一个，一个代志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亲像咧加抓啦，一直爬袂死，一定会上特殊的所在，所在在内面，吼。哦，你想看卖？爱好奇心。对，好奇心最重要的。啊，若要做研究工作的人，应该要有啥物修为？像老师你安尼。哦，要唔惊失败。就做你有一个想法嘛，你就去做实验嘛，做这个 test。啊，不过足侪时阵拢失败，你要爱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。真无成就感呢。所以鼓励家己，所以咱做老师的嘛是要鼓励咱的学生，学生嘛要鼓励因家己。这就是做研究生、做研究工作必须爱有耐心啦。这其实是发展的空间真大。对，足侪物件拢有法度的。所以除了消防人员，还有发热的衫，哦，啊，佫会甲你侦测显示器，对。啊，譬如讲智慧手表咧，智慧手表哦，未来哦，可能已经无看到手表的这个物件，可能这个皮领管哦，已经看到，这就是手表，啊，无这个实体的物件啦，嘛毋过这个 sensor 嘛是爱有。你可能看无啦，种伫咱的皮肤顶。对，咱这个指甲有无？哈 ，finger， 吼，可能来讲呢，有5 finger 嘛，对吧？吼，5个这个 finger， 吼，就这个指甲顶管哦，嘛应该无共的这个 detector。5种无共款。对，哦。这个是讲天气啦，你个手脚啦，环境啦是会 UV 有冇伤强？你就知啊，对。啊，这个小指好冇，风小人啦。看到这个来小人哦。对。我最近嘛想过吼，咱这侪人会想要讲捏头毛嘛。捏头毛。我今晚想讲，可能无共的这个温度、天气，无这个头毛的这个颜色嘛会变去，少年人可能会足爱，对呢，对吼，啊，你免去捏头章啊，对，拜一个乌色的嘛，拜二的换用无共的 color。老师，你是咧讲talk show啊，是咧讲真的？你拄则有看到咱这个兰花的嘛？哈。就一个跟 color 的 change 来，有无？头毛嘛是有可能的代志。哎呦，所有的代志拢是有可能的。这个爆炸性的想法。对。佫有一个 idea 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咱的头有若是有粘头毛的无？有就是咱头是这滴咧嘛，吼，上面的枯毛嘛，上面枯毛嘛。对，咱当讲咱的透早的时阵，天气若是好的时阵，是滴咧。那中昼的嘛，就热的。连咧我这个这材料哦，会翘起。会连起。中昼会变枯毛的。透早你是滴咧，中昼是枯毛的。嘛是有可能。若是我讲，大家一定袂相信。但是院长咧讲的，你就要有相信。拢是有可能的。来，这老师吼，讲这讲袂完，但是我爱先请老师吼来给咱表演一下。这北医术，这腹语术，这是什么一个？我是阿泰老师，这个是我的助教啦，叫小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哎呦，会讲话啦。哎呦，你，昨天你爱看老师的嘴有咧叮当无？啊，看伊咧讲话哦。啊，老师。无叮当。就是安尼哦，老师，啊，你哪会去补这啦？就是有一届哦，我在电视哦看到，哪有外国哦，有人展这个腹语术啊，我就感觉足趣味的，我就想要学啦。我就对那个国外吼，带这张转来。老师，你嘛真爱补东补西，小吴。你好。你有感觉恁老师头壳小怪怪？我嘛是安那感觉。是有影，较等较歹，就是安尼啊。恁老师还佫去参加阮台语台脱口秀呢？对啊，讲笑开呢。
哇，啊，你们讲来听看卖咯。我想看卖。小吴，你嘛想看卖？哦，我听讲你最近换车对无？对啊，我换一台电动车。哦，什么电动车？大家应该拢知影，就是这个Gogoro。我叫做迄个电动车是 Tesla， 你个Gogoro吼。所以小王咧，逐工你来学校第一件代志，你是要创啥？我拢给找一个所在立起来，找一个所在立起来。为什么呢？我就爱互阮老师知影，真来好学生足歹找的。原来是安尼啊！老师，你会来参加阮 talk show 是什么心情？足欢喜的，足欢喜，因为我这个人吼，介意这个讲笑亏，毋过我的台语无遮练转，我想要来练习调整。主要是阮我想要上电视，互阮老爸老母看。做甲以前佫无大劲，佫想要上电视啊！老师，你要请我饭碗呢？下次哦，一集来你来主持啦。是有可能。咱来合作哦，叫恁老师来参加好无？好啊，大家来参加。其实哦，佫真侪题目，比如讲，我问老师讲，要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啦，培养这种好奇心啊。看这些，看老师，你就看有够啊，你就知影讲吼，你的人生要安怎来铺排，要安怎来行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吼。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今仔日哦，真正开眼界，看到一个大学的理学院的院长哦，来表演这个北艺术，互你听。感谢老师，感谢。感谢。